即个神主牌，也着爱伫你个所在来记载家谱，然后后代会当明白咱的家族是安怎来传承。虽讲基督徒无搁放即个神主牌，但是有缘咱会当记忆伫即个孝敬父母、孝念咱的即个祖先。这也是圣经内底的教示，咱看见圣经内底有侪侪的家谱。这个家谱的意义是帮助以色列人，互因去思考，哇，上帝安怎伫我的历代祖先中间安怎做才会美好的工？这也是一个真水的文化传承。若是咱的祖先，咱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咱的祖先，因已经是基督徒。伫清明的时，咱当然会当真容易，就会当来引进真容易成做咱的见证者，见证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帮助咱的信心。但是咱的先人若无记过机会来认捌耶稣，因的好所行也会当成做咱的提醒，成做咱的模范，或者是因的软正也成做咱的提醒，来激励咱，来帮助咱。互咱会当搁较望为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互咱搁较会晓望，搁较会晓倚靠主基督。今仔咱做伙来看到的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。希伯来书的写作的对象，真有可能是伫当时信仰拄着真大挑战，或者的初代的信徒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甲因鼓励，爱因会当来看到伫遮个信仰的前辈，因是安怎用信心来行这条道路，鼓励因就放下遮个重担，专心以意来跑走天路。希伯来书第11章内底讲到侪信仰、信心的见证力，亲像因讲亲像云彩来为着咱。讲着阿伯因着因的信献祭互上帝来欢喜。然后也讲着以诺因为信，甚至无经过死亡，就互上帝来接去。讲着最近要拍做电影的那阿，因为信，伊就来避办，未看到大水就来避办。一个帮助，来互全家来得到救。阿伯拉罕因为信心，所以伊就会当有伊的子孙，而且这子孙未来竟然亲像天顶的星遐尔啊多。咱会记住，本来阿伯拉罕是无法度生囝，但是因为信心，竟然看见这个新者，看见上帝预料的工。以撒因为信心。就指着未看见的代志，为雅各、为以色来祝福，而且也真正就安尼来成。所以咱看见以撒，互咱一个真大的激励。咱做爸爸妈妈的，爱为子孙祝福无？爱无？爱。会成无？会哦，真正会成哦。上帝真听爸母的祈祷呢。所以咱真正爱为着咱的子孙来祝福，为着毋若为着因的。毋若为着因的健康，当然在祈祷；毋若为着因的健康，为着因的事业，搁较要紧，为着因的信心，为着因的信仰。因为若是掠着耶稣基督，事业咱嘛免甲烦恼啊啦。掠着耶稣基督，健康主会甲伊引带，咱毋免来烦恼。所以咱爱真正爱为着因的信仰来祝福、来祈祷。雅各因为信，当伊已经要临终的时阵，伊会当，伊也为着以色列的，伊也为着遮因的子孙来祝福，而且扶着伊的肝影，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约瑟因为是临终的时，也看到伫以色列的民族将要出埃及，而且为着伊的即个骨灰，伊的即个骨来留落伊的讲。伊讲到时阵，若出埃及的时阵，爱将我的骨炸出去。所以这是伊看见偌久以后的代志，伊看见的是400年后的代志。
摩西因为是过红海，亲像过大地共款。拉合因为是，伊就无甲遮个无听上帝的话人做伙列王。11章内底讲到遮个见证人的故事是遐尼多、遐尼多、遐尼多。第32节到39节，则安尼来讲，咱做伙来读。吼，伫周报顶面有11章的32节到39节，咱来读来。若要一一来讲，伊甸、巴兰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比、撒母耳，甲正先知的事，时候就无够。因为是治好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到应允，阻挡了狮的喙，灭了烈火的猛势，发了刀剑的锋刃，软正变做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拍摕外邦的援兵。有人忍受希腊鞭拍、锁链、降击，逐样的磨练，互石头拍死，互牛骨死，受刺痛，互倒台，穿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逐位奔走，受丧殃、困苦、土害，伫旷野、山岭、山道、地险，漂流无定，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人总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。信心是啥物啊？信心是啥物？信心要帮助咱啥物？信心也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面对人生，或者人生的起起落落，信心要帮助咱来面对。圣经内底敢捌讲过，讲若信靠主拢袂拄着代志，无哦。圣经无安尼讲，但是圣经互咱看见，我靠主的啦，就算是拄着艰难，就算拄着人生的低潮，因为迄个信心的仰望伫伊的心内，伊就会当得到仰望，得到气力来面对，来得胜。所以咱看见这信心的伟人，毋是每一个拢是无好康的，毋是。等到这信心的伟人，伊是伫人所看真艰苦的过程内底，坚持因的信仰，会当成做信心的勇将。但是这个信心的勇士，圣经安怎讲？讲犹原还未得到所应允的。犹原还未得到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甲咱备办的是更较好的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地上的顺利，毋是上好。地面上的顺利，阁毋是上好的。甲边仔人讲者，讲地面上的顺利，阁毋是上好的。天顶的福气才是上好的，甲因讲一来。天顶的福气才是上好的。牧师娘伫更新内底有写一个故事，迄嘛是之前我咧关心一位兄弟的时阵所发生的故事。阮早一寡物件去关心一位兄弟，然后伫迄个所在为伊祈祷，为伊洗礼，然后甲伊问，是上帝是天父较要紧，还是阮所送互你的礼物较要紧？伊认真思考了后，甲阮应答：礼物较要紧。哪会安尼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地面上的福气是上帝互咱的恩典，是天父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但是爱会记住，爱掠条的是老爸啊，爱掠条的是天顶的老爸。毋是干那多注意老爸的礼物，老爸赐福互咱，天父赐福互咱，是爱咱来亲近伊，毋是爱咱去亲近迄个礼物。我若送物件互我的囝儿顾算拢无爱插我想讲这真正是搞不清楚状况，毋知影讲福气的源头伫倒位，是爸爸啦，福气的源头是老爸。毋
毋是礼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福气的源头是咱的主，咱所要掠着的，毋是遮个礼物，咱所要掠着的是咱天顶的上帝。圣经讲，因遮个信仰的伟人，并无看见所应允的，但是因有缘，正用这个信心来跟对主。当主搁再来的时阵，因就要得到迄个完全的福气，完全的激励，咱也要甲因做伙来得到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，所以今仔日咱做伙来纪念，这已经早咱一步登去天顶，离开这个世间的先人。因有的是基督徒，诚侪咱信仰的见证，也有的真遗憾，伫在世的时还袂认识主。因也诚做咱的提醒来激励咱，所以咱就要安怎呢？第12章安尼讲，遮个见证人是遮尔多，遮个见证的是遮尔多，那所以咱围累着咱，所以咱就要因为遮个见证，信心得到激励，激励了后安怎？第一就是放下逐种的重担，咱做伙讲者，放下逐种的重担来。遮个见证者帮助咱会当放下生命中真侪的重担。约瑟的重担有重无？非常的重。伊就爱互伊的全规个国家、规个埃及的人民7年之久无受到饥荒的痛苦，这是真大的重担。摩西也是背起真大的重担。因伫迄个所在要带领60万的百姓来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过旷野，困难侪侪。大必王就爱忍受扫罗的追杀，带领百姓来建造国家，甚至来征甲外邦来征战，这拢是重担。你的重担敢会赢过遮个人？咱的重担敢有赢过遮个人？有时阵，咱拄着一寡无顺境的时阵，我讲主啊，我活袂落啊！主啊，你教我安怎好啊？我真正活袂落啊！但是咱看见遮个信仰的前辈，因伫迄个所在背的重担是规个国家，因背的重担是规个民族，因所背的重担是爱征战，是为着这征战遮尔大的重担。诗篇第68篇的19节。讲到安怎？讲上帝是逐日为咱重担的主。咱做伙讲者，上帝是逐日为咱重担的主。来讲者来，上帝是逐日为咱重担的主。上帝是拯救咱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应该就爱放下咱的重担，放下咱的重担，逐日来敬拜和乐意。咱看见遮个见证人，看见遮个见证人。因的活活的见证，伫咱的四周围，咱看见圣经内底遮尔多的故事，真正的，你去看任何一本的这个宗教的经典吼，我想你找无亲像圣经内底讲遮尔多人的故事。各侪经典拢讲什么天顶的仙囝仙后仙到倒位去，但是圣经内底讲到真多，每一个。活真实的故事，甲记载落来，有诶成功，有诶失败，有诶得胜，有诶软弱，真实的记载，互咱看见真实的信仰。遮个见证人，互咱爱放弃容易批判咱的罪。咱看见基甸慢慢软正过，伊制造金的衣服的，煞互百姓来敬拜。煞含乐伫罪的内底，参孙，上帝互伊遮尔大的气力，但是伊竟然互这非利士的女子来迷失去，伊伫迄时阵贪恋遮个情欲，来离开上帝，因互罪来批判，失去了上帝福音的能力，大笔嘛是还奸人，还杀人。但是伊真心悔改，因活倒转伫圣洁，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咱嘛有可能有软弱，咱的先人嘛有可能有软弱，但是耶稣已经担当了咱的罪。咱若愿意回头
咱若愿意来活倒转，主的宝贵愿意来洗净咱，圣神也愿意搁一遍充满伫咱的心内，因带咱保守咱就爱应该放弃容易批判咱的罪。咱做伙讲来，放弃容易批判咱的罪。见证你已经遮多，你甲咱讲啥物？出来吧，出来吧，莫搁活伫罪的内底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人生的时间是遐尼短暂，出来吧！当咱徛伫，当咱要去扫墓的，当咱扫墓的时，当咱徛伫迄个塔的面前，当咱徛伫坟墓的面前，你咧想啥物呢？你咧想的是啥物呢？刚讲敢若想讲啊，紧来扫扫咧吼，紧来扫扫，紧来走，这环境哪安尼啊？紧来扫扫，紧来走，啊是咱会当去思考着一项代志。有一天我嘛要伫遐咧，有一天我嘛伫遮，有一天我嘛伫遮，安尼我即马要安怎？我即马应该爱做的是啥物？有一天我嘛伫遮，有一天我的子孙也会徛伫我的塔位的面前，伫迄个所在来照亮我。我留着啥物，互因照亮？伊会安怎讲我？或者是搁较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的子孙敢搁有敬拜上帝，因敢会拿香来甲我拜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子孙若拿香甲你拜，你会安怎？我看你伫天堂看咧，可能后悔吧。啊！你竟然拿香来甲我拜！我细汉带你去主日学，我安尼甲你祈祷，我安尼甲你栽培，你竟然拿香来甲我拜！你敢毋知我伫天堂的内底？愿主搁一遍提醒咱，咱着爱放弃容易批判咱的罪，来跑走属天的道路。这个见证人也要帮助咱，会当存心忍耐。请咱做伙讲来，存心忍耐。阿伯拉罕75岁，甲互上帝来呼召，伊离开赫兰，前往迦南，搁一遍得到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里的沙即个应允，但是伊搁等偌久，即个应允甲成就咧？伊等25年，伊搁等25年，对75岁，等啊100岁，才得到伊的囝，这叫做存心忍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啥物物件，咱听候了真艰苦？咱听候咱的囝儿会当活倒转，咱听候咱的丈夫会当信主，有可能听候了真艰苦。阿伯拉罕嘛是共款，我相信阿伯拉罕听候了嘛无真快活，所以无怪伊伫这听候的中间，以后有伊的软弱。以后伊这听候袂落的时刻，但是伊一直听候，直到见着主的应允，咱也爱继续忍耐落去，互相鼓励者，爱忍耐到得到应允，来互相鼓励者来。爱忍耐到得到应允，存心忍耐来跑走这个放伫咱头前的路途。这个做的见证人会当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专心。互咱会当搁较有迄个忍耐心来跑走天路。耶利哥城内底有一个妓女叫做拉合，这个拉合，伊是一个用身躯来趁食的一个真艰苦的查某人，真弱势的查某人。伊因为信上帝，伊就将以色列的这个 spy， 这个探子，甲伊藏起来。伫迄所在，甲因拯救。当耶利哥城受毁灭的时阵，因为伊对上帝的信心，伊就受保全起来。甚至最后，伊也嫁互其中的一个探子，叫做撒文，那敢若地箍的意思啦。甚至因的子孙最后就成做耶稣的祖先，受记载伫圣经内底。拉合
用信心来跑走天路。无管伊所生活的环境有偌尔艰苦，伊犹原坚定伫伊的信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生活有时阵真正足艰苦，真正足艰苦。所以咱看即个社会遮尔大的即个不安伫迄个内底，因为真正是真正艰苦的时刻。但是遮尔艰苦的时刻，你敢会当靠着主？敢会当因为即个信仰的缘故，会当徛在，会当徛在？相信咱徛在，咱要看见，咱要专心跑走这条天路，咱要看见主要带领咱。最后，圣经也甲咱讲，咱着爱仰望主耶稣。咱做伙讲一来，仰望主耶稣。而且伊阁形容讲，耶稣是啥物？耶稣是互咱信心的起头，也是咱信心的线尾。耶稣要互咱有信，耶稣要互咱开始的信心。耶稣也要支持咱的信心，直到见到伊的面。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，圣经的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。遮所有的见证人拢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看见主耶稣。拿阿的大船就表示就形容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约瑟虽讲伊家己红受卖，但是属经拯救了全家族，也互咱看见亲像耶稣基督的工，代表的王国，也有表耶稣基督永远袂摇动的国度。咱也着爱受着鼓励来学习耶稣基督。圣经内底，今仔日咱读的经文的尾后，安尼来讲，讲耶稣怎样呢？耶稣为着迄个放伫伊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，担坐伫上帝宝座的大殿。今仔日这篇的信息，互咱看见信仰内底、信心内底迄个忍耐的功课。忍耐的功课，毋若是遮个信仰的伟人所经历着，含一个人嘛捌经历过，迄个。你讲人还是神嘛会使，迄个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伊本身也经历着即个忍耐的功课，伊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真正的信仰毋是顺到天顶就叫做得胜，乃是真正的困难的中间，犹原会当忍受，犹原会当挺后，犹原会当用信心来行过。今仔日，咱要回思咱的遮个时代。圣经甲咱讲，咱既然有遮尔多的见证人，亲像云彩来陪咱，咱就毋通灰心累志，咱爱坚定跑走天路，直到见着主的面。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将这逐样的重担交互主，可能。咱信主夫妇信到一个阶段，讲差不多啦，大概就是安尼吧，安尼嘛好啦，已经袂歹啊啦。若上帝愿意接纳我，安尼嘛好啊。哦，咱有时阵，迄个疲劳野心慢慢累积落来，累积到一个程度，咱煞变做是无冷无烧的基督徒。啊，有服侍嘛好啦，啊无服侍啊嘛无法度啦。哦，咱就变做咧。虚累累的基督徒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话来激励你，愿上帝的话激励咱。咱所行过的艰苦，咱遮的信仰的前辈，拢经历过，搁赢过咱。但是因得胜，但是因7条目屎继续来行，所以因就得到所应允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切掉你的目屎？你敢愿意像圣经所讲的，将这天盘甲弹落来？你的天盘是啥物？你的天盘是啥物？是迄个怨恨吗？咱的天盘是啥物？咱的天盘是迄个对金钱的无安全感嘛？500万无够，1000万无够，一直去拢无够，迄款的无安全感嘛？你敢愿意互主来更新？
你敢愿意真正专心来跑走主的道路？耶稣基督要为着你的，要互你有信心，而且要互引带你，互你有信心到日路尾。这就像亲像暑假青少年所念的恩典的记号，要临到伫咱的身上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伫这宇宙的中间，阮是遮尔软声，但是阮又愿知你无弃杀阮，阮又愿知你要一遍一遍，互阮信心，你要一遍一遍，互阮的性命有盼望，互阮伫软声的中间，又愿体会到你无弃杀阮，你护着阮，搁一遍。将逐样的重担放下，搁一遍全心忍耐跑走天路，直到见到你的面。主愿你的气力来充满阮，互阮伫人生短短的时间，会当将这上要紧的掠目条，会当顺服你的旨意，因为你讲顺服你的旨意的，才是存到永远。愿咱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